多谢就评，这做生意爱设计，买厝嘛爱设计。高雄有一个老小姐，2当前买一间中古厝，想要到交厝了，发现讲天棚煮甲害了，只有一个害了，阿毛头是晓，铁机还佫看下呢，伊阵咧要求厝主爱负责。 头堂师傅被买起为天棚配油画头堂，定真伫咧做事，因为斟酌看蔡宗宏去手堂手敢若乌麻啊，一空一空，介惊人。按照我上去看完之后，目测啊，应该1条就有上千啊，而且它有好几条都有，应该快上万有。它湿度够的话，大概2年就可以这么多了。啊，俩买迄种厝上歹。 歹处理啊！高雄一位老小姐112年底用总计562万向郭先生买凤山区这一栋大楼内底中古厝。 想要到113年交厝了后，伊看到天棚有真侪酒堂，而且个落漆看到更紧，要求前厝主担责任，嘛求偿头堂费用，含天棚拆掉控暗蒙头油漆的费用，拢总7.7万。不过前厝主无承认这代志，而且认为对方无伫咧交厝了后6个月来甲因讲，袂当要求伊负责，所以请求法官提动起。法院落尾敢若判前厝主需要赔偿头堂的费用。一定哈，所以这种瑕疵担保是有5年的期限啦，但是是知悉6个月内要告知啦。这样的瑕疵又必须是，就说可以判定是为原来的瑕疵，而非后来才发生的。专家研判房间就的所在已经有一段时间，法官嘛考虑长期伫咧手可能造成蔡宗宏催化呼气，会影响对安全，所以判原厝主郭先生需要赔偿头堂的费用，专案会当去上诉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